呢個聖誕近近地，我哋去深圳，因為我哋嘅屋企係近西九龍站，所以我哋選擇搭高鐵。小朋友真係好簡單，只要拎住旅遊證件，推下行李篋，住下酒店，就會覺得自己去咗旅行。進入內地海關之前有免稅店，佢哋做緊 promo 可以免費試食珍寶珠，不過唔知而家仲冇咯。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玩下小遊戲，就可以得到100 Haribo 軟糖旅行版，香港係冇㗎。然後我哋坐14分鐘就可以去到福田。同行嘅小朋友話好想試下坐深圳嘅地鐵，所以我哋今次呢就會由福田站轉深圳地鐵站去我哋第一個目的地歡樂海岸。佢哋仲會有廣東話廣播。深圳灣公園一出就會見到行李寄存服務，封頂都只係30蚊人仔。行大約12到15分鐘就會去到我哋嘅目的地，途中有好多嘢食。我哋嘅第一站係探洞工場，非常之適合6歲去到10歲嘅小朋友。價錢唔算特別平，只可以玩2個鐘頭，但係已經好攰好攰。帶晒護膝同頭盔就可以準備入去啦。漏咗講，記得要帶防滑襪。地方唔算特別大，但係我哋喺洞穴入邊，起碼要爬15分鐘。嗰度有好多唔同嘅洞穴，所以慢慢探索啦。如果小朋友太細嘅話，最好係家長陪同，因為佢入邊有機會好驚。但係如果太大隻嘅話，係會塞咗喺入邊㗎。唔知係咪因為我哋係錯峰時間去，所以好少人，所以洞穴入邊唔會話好焗。如果太多人嘅話，有機會空氣唔流通。睇下幾刺激，佢哋見到 lava。呢個洞穴我諗排咗10分鐘啦，跟住佢哋先出到嚟波波池。之後又繼續爬，中間會有一啲唔同嘅關卡，所以唔會覺得就咁爬洞穴好悶。就係呢個7號洞，我哋爬咗15分鐘都未出到嚟，途中仲會見到呢啲佢哋覺得好恐怖嘅嘢。又有小吊橋玩下，前方又繼續係要爬洞穴。我哋需要手腳並用咁樣爬，所以係非常之攰，同埋我哋會係咁撞到個頭。就係前面個大石，我幾驚我自己過唔到去。呢個幾好玩啊！咁樣揸住條繩爬上去。嗱，爬到上去係唔應該上返落嚟㗎，不過冇人就算啦。之後我哋就搭地鐵返酒店。哥哥話係去到陌生地方搭地鐵好好玩喎。拜拜。